Debbie， 因為我都唔知點解聲音畫面咧因為可能而家颱風嘅網路啦，我哋喺日本嘅網路啦，咁我哋咁樣講住嘢先啦，你睇唔到我哋口型，你都係啦咁樣，好冇？嗱呢一個肥肥你咁樣就得㗎啦。有冇人中意呢個？嗱，如果中意呢一個琥珀加一，琥珀加一，琥珀加一，呢條係靚嘅琥珀嚟㗎，亦都係你睇下佢個血珀，血珀係需要好多年去做嘅一個咧琥珀，亦都係對身體非常之好嘅。琥珀加一，琥珀加一，琥珀加一。好。因為我都解釋唔到個聲音畫面點解唔同。我而家係咪乾淨咗好多？你要咁樣。我而家係咪乾淨咗好多？咁佢哋就叻，整隻好嘢俾你。有冇識貨之人 ？Mickey Moto 手錶 ，Mickey Moto 手錶。喂，差唔多啦喎，我哋仲有呢個半個，我哋仲有呢個12分鐘，我哋要展開第2輪嘅拍賣大會。好嘢 ，OK， 好，有冇人中意呢一個？嗱，呢一個係精心挑選嘅一個純銀老銀去做嘅一個咧，就係十字架嘅一個吊墜。咁中間咧就會有一個咧六重石，非常之型嘅 ，OK， 好冇？呢一個10字加1，10加1，10加1。呢一條咧係一個墨西哥嘅工藝，一個刻印嚟㗎。咁佢係一個咧925嘅純銀，925嘅純銀。咁你睇下咧，佢呢個密集式嘅。你早啲入嚟一齊拍賣條金心口針啊嘛 ，OK？ 嗱呢一個睇唔睇到？係啦，925眼，跟住咧最中意咧就係一個好日式嘅一個設計。呢一條鏈咧其實係來自墨西哥㗎 ，OK？ 來自墨西哥。咁咧見到咧佢十字架中間咧就會鑲咗一粒咧呢一個6重石啊！中意嘅話10字加1，10字加1。OK， 跟住另外啦，就會有呢一個，頭先都有講過，不過俾多次大家睇，呢個係CD 嘅一個咧銀色心形頸鏈啊，銀色心形頸鏈。好，係時候出啲其他嘢啦。咁因為拍賣會咧唔單止其實咧就係珠寶㗎 ，OK， 係啦。以下落嚟大家真係要俾足精神啊，OK， 因為呢一鏡期，因為咧。七爺除咗準備咗今晚呢個珠寶之夜啦、中古拍賣之夜之餘咧，咁七爺咧都係到處揾靚嘢嘅。Oh my god！ 交叉嘴套嘅和服版本啊，好鬼靚啊！呢一個絕咗版㗎啦，仲要係呢一個西陣織啊！仲要係真係日本西陣織幫佢着和服套裝全奪，有冇人中意 Miffy 呢度？如果中意嘅話，打 MM 加1 ，MM 加1，靚到揼一聲，我只可以話呢隻 Miffy， 我只可以話呢隻 Miffy 係靚到揼一聲。西陣見唔見到佢啲 detail 位呢度有個兔仔啊？跟住之後佢成身嘅和服嘅 pattern， 人哋係櫻花。佢因為係 Miffy 套，佢成個 pattern 全部都係套啊，套。有冇朋友仔中意呢一個 Miffy？ 因為今日好多嘢啊，其實係啦。如果中意嘅朋友仔真係幫我入嚟啦，大家醒一醒先啦，唔好齋睇飾物啦。有時有啲好特別、好靚嘅公仔，大家都可以欣賞下。七爺有嘅好嘢嘅。但係咧個 delay 咧搞到我都唔知呢件係咪好嘢，真係。呢件好嘢。係啦，因為我仲未見到有留言，好驚。唔使驚。你做呢個你上就嚟嘅。喬姐中意 Miffy 嘅喎。我知啊，但係而家我睇唔到留言啊嘛。有 MM 喬姐，好得意 Abby。好得意啊！呢隻係截咗版㗎啦，呢隻係截咗版嘅一個 Miffy 啊。呢隻係截咗版啊！呢一隻超得意 ，MM 加1，大家志在必得，係咪？好咁啊！呢一隻咧，呢一隻係呢一個咧，都唔係話特別太貴咧，就係截咗版嘅呢一隻。呢隻係498加1咋，498加1， 498加1，係啦。呢一個498加1啊！如果中意嘅第一個打嘅話，498。Carol 姐都喺度啊 ，Carol 都中意，Carol 中意兔仔啊嘛，係啦 ，Anthea 都中意喎，好 ，Melanie 都中意啊 ，OK， 好靚啊呢一隻 Miffy， 全奪價全奪啊，有晒吊牌啊呢一個498有冇？邊個498？有冇人打498加1？一定有啊，呢一隻一定中硬啊，我話你聽
我揾得咁辛苦拍咗呢一隻落嚟，喬姐498+1，恭喜你喬姐，係嘛？西陣精 Miffy，西陣積 Miffy，我望一望先，邊個後寶 Amy 後寶 Amy 後寶，好，你繼續咯我繼續啦，睇下中唔中意我呢個 Mickey Motor 全我哋叫做全珍珠呢一個咧我哋之前喺香港咧揾咗隻16